時間，有睇最新嘅交通消息，先睇特別嘅交通情況。運輸署宣布，因為交通意外，大埔公路琵琶山段往九龍方向近確德傑道嘅慢線係封閉，駕駛人士只可以用快線行車。另外，運輸署宣布，因為交通意外，吐露港公路往沙田方向近綠茵山莊曾經封閉嘅第一線已經解封啦。經過嗰頭都要留意。呢一節想睇下九龍方面嘅交通情況。九龍過香港，行加士居道東行線近香港理工大學，用紅隧過海要留意係交通擠繁忙，係要17分鐘嘅時間；而東隧就係行車暢順，要16分鐘。而紅隧而家係交通繁忙啊。跟住轉睇下港島方面嘅交通情況。東區走廊西行線近李景灣，如果用紅隧同埋東隧過海都係行車暢順，紅隧用14分鐘，東隧係要4分鐘，預返足夠嘅時間出門口啦。最後睇埋新界方面嘅交通情況，行大埔道近沙田馬場見到出九龍中西同埋荃灣方向都係交通繁忙，出九龍西要13分鐘，荃灣12分鐘，九龍中要10分鐘。跟住再睇下外面嘅即時交通情況。西咸道近公主道有車龍，窩打老道歌和老街路暢通。公主道亞皆老街暢通無阻，龍翔道清水灣道開始多車，海底隧道九龍入口有車龍。交通消息講到呢度。